对普京来讲，伊上有趣味的是，俄罗斯啊甲美国的关系啦，会正常化，会使改除对伊的制裁，最好是全面改除伊的制裁。这开始普京想要做的，所以伫即个现阶段来讲，伊袂就讲你川普有啥物意见，伊大部分拢会讲我同意，就是讲伊上迄个经典就是讲我同意，但是迄个细节哈。咱来个小讲一下，就魔鬼的伫咧细节当中啊，战争要收煞，本来就是较复杂的，就是讲大家爱先对即个有共识的，大家拢同意的，开始做。虽然迄个可能迄个毋是全面的部分的，但是部分大家拢有即个想法，大家拢遵守即个规定，你慢慢就有信心，大家就慢慢的扩大，就变成讲对部分，无定以后就全面的啊。所以你也无对部分开始，因为你也一概全面了，万一因为安怎双方有啥物想法，去迫害掉即个全面其中一部分，安尼迄个信任就无啊嘛。所以你对细项直直累积迄个信任了，安尼虽然较慢，但是会使行较长，行较久。对。但是他在议长的讲法内面吼，是毋是某种程度呼应着所长所讲的说？我川普我的大战略就是要赶紧甲欧洲紧收煞，要抽调我的实力甲资源来对付着印太，尤其是围堵着中国。所以我必须要友罗西亚这个朋友，我这个好朋友。那无只，那照川普的这个性，我应该是我。敢若对中国共款，我用炸弹甲你炸哦，莫斯科你都要较注意，甲你吓啊！我较甲你加强，甲你 block out，甲你锁起来安尼。但是伊无，伊拢甲推软的，拢慢慢甲讲，是毋是后受背后一个？普京也知影讲，你即摆就是要爱我，要救我甲斗阵啊，所以我要甲你讲啊，嘛知影即个潜规则安尼。我是当然嘛知啦，但是就是较早讲的，就是普京伊有一个上重要，就是希望交美国的关系会使正常化。这个上重要的，川普上重要的这个算是会使吸引伊的这个利益啦。所以普京嘛知影，所以理论上伊就是拢顺着伊的意思。虽然伊可能无完全同意，但是伊原则上拢同意，但是细节咱会使来讲，就是部分嘛。对川普来讲，伊就是当然，我要付出的，我尽量卖付出我。无要去付出啊，包括对伊的盟友伊嘛讲，恁拢袂使搭便车啊，我即马无要付出啊，就是伊甲遐无需要付出的，拢收转来了，伊就是甲伊的即个力量甲集中，最后理论上伊是对这个中国，但是咱观察即个川普吼，就是讲有一天万一美国交中国互相和解啊，嘛无需要感觉足惊吓个。因为安怎你敢知？即个伊，就是讲即个利益，你啊中国会使付出，美国想要爱，我即摆毋知影伊川普伊到底是要爱啥？伊无能爱着一个足大的中国无法度付的，但是伊嘛有可能爱一个利益是中国抑阁付袂起的。中国若愿意付，无定美中和解，嘛无需要感觉讲足很惊讶。